加拿大央行嘅下一次利率決策會議將會喺2025年10月29日舉行。呢個日子對每一個加拿大業主嚟講都至關重要，大家都要為此做好充分嘅準備。呢個決定將會直接影響到你嘅按揭供款，所以了解佢嘅潛在影響係非常重要嘅。到底央行會選擇再次減息，以刺激經濟增長，定係會按兵不動，維持現有嘅利率水平呢？呢個決定將會直接影響到你每個月嘅按揭供款金額，無論係浮動利率定係固定利率，都將會受到不同程度嘅影響。請各位觀眾注意，本片所有關於利率嘅預測同埋分析，都係基於目前市場上公開嘅數據同埋現有嘅經濟趨勢嚟進行嘅。呢啲內容絕對唔構成任何形式嘅個人化財務建議。我哋強烈建議你務必諮詢一位持有牌照嘅專業人士，例如按揭經紀或財務顧問，以獲取最適合你個人情況嘅建議。目前市場上嘅賠率稍微傾向於加拿大央行會減息25個基點。咁究竟係咩原因導致市場有咁樣嘅預期呢？我哋將會深入探討背後嘅經濟因素。呢個預期主要係因為我哋嘅經濟增長速度正在放緩，失業率亦呈現上升趨勢，加上國際貿易關稅帶嚟嘅持續壓力，呢啲因素都迫使加拿大央行可能需要出手，透過減息嚟刺激整體經濟活動，以避免經濟進一步衰退。然而，亦有唔少經濟學家傾向於加拿大央行會維持利率不變，即係按兵不動。咁點解佢哋會認為央行應該暫停減息，或者唔應該加息呢？呢個觀點嘅主要原因係最新公布嘅通脹數據高過市場預期，顯示物價壓力依然存在。而且最近嘅就業報告亦出奇地好，顯示勞動市場依然強勁。呢啲數據都為央行維持利率不變提供咗理據。面對呢兩種截然不同嘅經濟信號，加拿大央行正處於一個艱難嘅抉擇之中。佢哋究竟應該優先考慮刺激經濟增長，以應對經濟放緩嘅風險，定係應該繼續對抗企硬嘅通脹，以維持物價穩定呢？呢個決定將會對加拿大嘅經濟走向產生深遠嘅影響。如果加拿大央行最終喺10月29日嘅決策會議上宣布減息，咁加拿大嘅各大銀行將會即刻跟隨，降低佢哋嘅最優惠利率，即係 Prime Rate。呢個舉動將會對浮動利率按揭嘅業主產生直接嘅影響。由於你嘅浮動按揭利率係直接同 Prime Rate 掛鈎嘅，所以當 Prime Rate 下降嘅時候，你嘅浮動按揭利率亦會隨之下降。呢個變化將會直接減少你每個月需要支付嘅利息成本，同時亦會增加你按揭供款中用於償還本金嘅部分。長遠嚟講，對你嘅財務狀況係有利嘅。根據 Dominion Lending Centre's Caliber Mortgage Brokerage 嘅數據，目前嘅浮動按揭利率大約係4.15%，而 Prime Rate 則係4.70%。至於固定按揭利率，佢哋並唔係直接跟隨加拿大央行嘅利率變動。相反，固定按揭利率主要係受到5年期加拿大政府債券收益率，即係bond yield嘅影響。呢兩者之間嘅關係係固定利率定價嘅關鍵因素。通常情況下，當市場普遍預期加拿大央行將會減息嘅時候，債券收益率就會開始下降。呢種預期性嘅下降，往往會喺央行正式公告減息之前，就已經對固定利率造成向下嘅壓力，導致固定利率提前出現下調嘅趨勢。Dominion Lending Centre's Caliber Mortgage Brokerage 嘅數據顯示，目前5年期固定利率大約係4.19%，而銀行提供嘅5年期利率則係4.56%。呢個差異可以為每10萬加元嘅按揭節省大約20.44加元。所以，你絕對唔應該等到央行正式公告咗決策之後，先至採取行動。依家就係你必須積極主動，為自己嘅按揭做好準備嘅最佳時機。提早規劃，才能掌握先機。首先，你必須仔細審查你嘅按揭條款，特別係如果你持有嘅係浮動利率按揭。你需要清楚明白你嘅觸發利率係幾多，以及你擁有嘅提前還款特權係點樣嘅。了解呢啲細節，可以幫助你更好地管理你嘅按揭。
如果你嘅按揭喺未來12個月內需要續約，咁加拿大央行即將公布嘅利率決策就係一個明確嘅信號，提醒你係時候開始積極尋找唔同銀行同埋貸款機構嘅報價，為你嘅按揭續約做好準備。提早比較可以幫助你獲得更優惠嘅條款。其次，考慮立即鎖定一個固定利率。由於市場普遍預期加拿大央行將會減息，目前固定利率正喺度下降，呢個係一個捕捉低利率嘅好機會。我哋可以喺你嘅按揭續約之前，為你鎖定一個較低嘅固定利率，鎖定嘅期限通常係90到120日。呢個策略可以為你提供一個保障，讓你喺利率波動嘅市場中保持穩定。呢個鎖定利率嘅策略非常靈活。如果喺你鎖定利率之後，市場利率再進一步下跌，我哋可以為你調整到更低嘅利率。但如果市場利率不幸上升，你嘅利率就受到保護，唔會受到影響。呢個係一個雙贏嘅局面。第三，尋求專業意見，唔好接受銀行嘅第一個報價，亦唔好驚到急住賣咗個浮動利率。透過獨立渠道，你可以接觸到 Monoline 同信用合作社，佢哋可以提供比大銀行更好嘅提前還款或更低利率。我哋係為你嘅錢包着想，所以請務必為10月29日加拿大央行嘅利率決策做好充分嘅準備。立即行動，去 Liberate.ca 揾我哋啦！